我们的当然各位总长，我以前各位代表，大家晚安。那先讲天命事业，上天注意，咱天地，那这里大家来共同来研究咱所有天空当然，咱所有天空从去年开始，进度非常难吼。那即马考考第17分，加上咱科学时间上如何好，数学好大嘛，而且当中我们每一处来做一个强烈，这也是非常不简单吼。那当然因为咱讲到这个9955分吼，这个9955分，咱已经进行讲到这行一个攻略吼，这行。但是咱若要讲红的，若要讲青，这以前，咱红大部分是要无爱一个实质，安尼叫这个叫土法安尼吼。那因为咱知影当中呢，要讲到这个9955分，就是金刚经第17分。在早头，咱学有甲讲伊这个报告，金刚经有分的4个重要大道，叫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那信就是到金刚经的第8分，第5到第8分。第二就叫做解，从第9分到第16分，这个叫解。第17分到23分，这个讲行；24分到32分讲证，叫做信、解、行、证。那因为这个咱今日讲到这个第17分，是已经进入了金刚经的第3大科。第1大科就是咧讲信，第2大科是咧讲行，信解。第2大科是讲解，第3大科是咧讲行，第4大科是咧讲证。咱知影，以前所讲过，就是讲你对这部金刚经完全一定要有信解，一定要有了解，所以诚信稀有，伫金刚经的第6分应该讲，咱若对这个经卷完全无有一个非常的详细，无有一个真正深入的了解，那因为咱今日第2大科就是讲咱这个心安住好势。咱讲起来，你今日要去到台北，或者是去高雄，你若要去台北的方向，或者是高雄的方向，你若无有相当的了解，有相当的详细，有相当的了解，你到第3大科，你开始要行，你就可能有一个问题。因为咱讲，咱修学课内底当中，有阵时咱完全无按照次序来行，尤其咱今日应该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你一贯道中的讲法，敢若讲，咱而且超过30年，20年，咱讲伊理这事，应该是大家应该是30年、20年、30几年，大概但是咱若是了解。咱即到目前中，伫修学课内底当中，咱是毋是对咱这段经历有足够的详细？够足够的详细，就是讲你对这个物件完全就是无知识。那安尼你无知识来讲，这叫做离不金刚经。